老實實地講句，啟德入面咁多嘅項目，究竟點揀先至可以符合到整體嘅需求呢？而 Kenny 作為市場上面90%嘅打工仔咧，絕對可以好負責任咁同你講啊，亦都相信代表到咁多位嘅需求。3個字好簡單，平靚正。位喺啟德跑道區由中國海外發展嘅維港商傳，喺跑道區所有嘅項目當中咧，係最接近都會公園嘅一個項目嚟嘅。一落樓下咧就係佔地超過137萬尺嘅都會公園啦，絕對幻想到咧住喺度咧人都長命啲啦。由我哋個項目去翻呢個啟德體育園，只係650米嘅啫，我哋輕輕鬆鬆咧行幾分鐘咧就可以做到噶啦。我哋睇完 Coldplay 啦，睇完謝霆鋒或者其他比賽賽事之後咧，飲完酒咧，你都可以輕輕鬆鬆安全翻到屋企啊。Nice。而且咧，我哋嘅中九龍幹線咧，亦都會即將會全線開通噶啦。到期時咧，由我哋啟德嘅門口出發，去翻呢個西九龍高鐵站都只係需要5分鐘噶。再加上咧，跑道區嘅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咧，亦都會即將開始興建噶啦。落成咗之後咧，只係需要2個站啫，就可以去到呢個啟德站噶啦。生活便利，絕對滿分啊！再加上咧，我哋維港商轉咧，仲有一個接近12000尺嘅商業樓面啊。除此之外咧，我哋隔離嘅 Airside 啦，同埋 Sogo 嘅商業樓面咧，亦都會超過180萬尺添啊。所以住低啟德咧，飲飲食食咧，絕對唔使你擔心啊！再加上咧，我哋34校網嘅啟德區，全香港頂尖嘅學校咧，都係喺我哋附近啊。馬利諾修院啦、喇沙、聖羅撒、拔萃、協恩培正等等，全部都係近在咫尺啫。事不宜遲 ，Kenny 即刻帶你去睇睇，位於啟德都會公園旁邊嘅維港商轉究竟咩料 Later。首先我哋睇第一間咧，亦都係市場最需求、最渴望嘅單位，一個2房單位。一入門口嘅位置咧，左手邊發展商已經為你標配咗呢個西門子柏吉指紋，再加密碼門鎖噶啦。右手邊位置咧唔好嘥，做翻個到頂嘅大鞋櫃咧，20-30對鞋擺落去都冇問題啊。喺我左手邊嘅部分咧，就係一個過渡式嘅開放式廚房，而佢整體個空間咧同一間3房冇乜特別大分別啦。而且我哋入邊用嘅電器品牌全部都用翻最頂級嘅 Miele 嘅全套裝啊！喺度望住呢一套廚具咧，哇真係煮飯好食啲啊！咁我哋嘅客飯廳係相當地深啊，由門口位置直接去到攝影師嘅部分咧，差唔多接近有6米嘅。而我哋呢個飯廳再加客廳呢邊個寬度咧，大致上差唔多啦，2.5米左右啦。所以我哋呢邊咧可以 set 翻部大概100寸嘅電視咧，完全冇違和感啊！而且整個單位最靚咧喺我哋露台度，跟落嚟望望露台部分咧，創咗3合1露台嘅，所以相當地好用啊！望翻出去咧，我哋會先望到呢個啟德海灣對出嘅呢個內園嘅景觀啦，其實都幾靚噶。而再前方一帶咧，我哋望到整個內海嘅景觀，再加呢個觀台 City 嘅景觀咧，哇！夜晚呢度望望咧，壓力全消啊 ！Nice。一個短短走廊嘅位置咧，分開咗3個部分啦，2間睡房同埋1個浴室。先睇浴室先，我哋浴室咧其實都相當地大啊，而且最難得咧，平時咧我哋做企缸啊嘛，佢呢度做咗浴缸俾你，其他家庭成員翻到嚟咧都可以照一照啊。而且我哋全部咧做咗3面嘅大鏡櫃啦，再加大量個儲物空間啦，再加埋呢個灰色咧，超中意啊！而我哋細房嘅空間咧，老實地講唔算好大啊，我哋呢間做咗書房嘅，但係正常咧呢度我哋要擠翻呢個3尺床、3尺半衣櫃空間冇問題，但係留意翻咁高樓底可以考慮下垂直空間。嚟到主人房部分啦，整體空間面積咧都尚算幾寬闊嘅，呢個位置大概10尺到啦。所以5尺床、5尺衣櫃呢邊再加個梳妝台都係冇問題嘅，廳房同樣都係望翻個咁靚嘅